一月念佛这首歌呢，我特别是在海南岛啊，海南岛我们有一位居士呢，很慈悲，他接待呢我到海南呢去观光旅游。 就是因为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在跟海南岛啊这些非常虔诚的、非常忠贞的佛教信徒就结了缘呐。那我当时就做这一首歌，一月念佛，顺从阿弥陀佛，追随阿弥陀佛，称念阿弥陀佛，我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爱我，彼此牵手到永远。南无南无。 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个南无呢，一定要我们上下要互动，上下互动，比如台上的人、台下的人要互动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好像一个团体合唱，就特别好听，很庄严啊，很轻松，很愉快。这首歌，我们待会我们到唱南无的时候，麻烦各位跟我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配合一下。好，来开始音乐，顺从阿弥陀佛，得追随阿弥陀佛，得称念阿弥陀佛。我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爱我，彼此牵手到永远。南无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南无阿弥陀佛。 很轻松，顺从阿弥陀佛，得追随阿弥陀佛，得称念阿弥陀佛。我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爱我，彼此牵手到永远。南无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南无。 阿弥陀佛，好，停哦，我们这个唱不完了，这个唱下去一定很热闹，各位对不对？非常的热闹，很好听，各位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有很多信众哦，我们一次每一回哈，师父弘法的时候啊，500、600人或者上千人，甚至好几千人，我们大家在一起，师父在上面一带动哦，那可热闹了。 那个氛围特别高潮，唰一下子大家就热起来了，一下就热起来。所以这首歌呢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了，鼓舞，尤其是带动那个气氛呢，是特别管用，很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。所以这首歌叫《一月念佛》，一月念佛很好听，很好听，各位对不对？但是内容呢不需要解释了。 不需要解释，因为一看就懂了，各位对不对？一看就懂。好，今天就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吉祥平安呐，天福延寿啊！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